我真係諗唔明白，都已經2025年啦，喺珠海啊，依家仲係有唔少人用過百萬去買嗰啲40年嘅公寓。以前就話市區啲住宅賣到3-4萬蚊一個方，商業公寓賣萬幾2萬，兩者有1倍嘅價差。我哋貪佢平，咁都視乎合理。但係今時今日，珠海市區有啲住宅樓盤咧，價錢都已經落晒嚟啦。同樣嘅價錢，點解我哋唔去揀翻個70年嘅住宅呢？可能有啲朋友唔了解個市場，唔知有邊啲住宅樓盤可以選擇嘅。就比如珠海今年最暢銷嘅新樓盤華發勤務新城天戀啦，依家平嗰啲咧賣緊2萬零蚊，就算係望埋澳門、望埋海景嘅，都係2萬幾蚊。而且關鍵仲係細單位添，又係70年嘅住宅。一落樓就係華發商都同埋輕軌站啦，翻到拱北關口同埋港珠澳關口咧，揸車講緊都係10零分鐘。似50幾方嘅一房一廳，現時講緊總價都係百零萬，首期10幾萬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啦。同依家嘅租屋嘅價錢幾乎係冇咩區別啦。如果係70幾方嘅兩房咧，總價講緊160萬左右，三房唔到200萬。依家發展商仲送埋真裝修，有啲特價單位咧仲可以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直接拎包入住就得啦。所以真係無謂再去買嗰啲40年嘅商業公寓啦，又唔可以落戶，又冇學區，而且首期又要俾50%，貸款最長得個10年，利息又高喎。萬一以後要轉手又艱難。如果真係預算唔多建議倒不如睇下十字門華發天戀呢個，起碼係個70年嘅住宅，配套又完善，距離關口都近。你哋話啱唔啱？如果有興趣想要了解華發天戀呢個樓盤嘅朋友可以評論區打華發2個字，我將樓盤嘅資料同埋最新嘅特價單發俾你參考一下。